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上主做咱的牧者，咱无欠亏。虽然行过四面山谷，也毋惊灾害，咱一生也要住伫上帝厝到永远。圣诗135首，愿救主愿你做我牧者。咱做用这条诗歌，三角来吟，陪伴咱的心。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愿lòng愿过你父亲，带到草坡予我饮食，伊伴羊条来保庇。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烧毁我随小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烧毁我归小你，愿打上你，愿打上你安稳自在，伊要伸手来保护，求愿脱离对敌航海，因带是要归正路。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烧毁我归小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烧毁我归小你。愿要细汉爱亲近你。
遐咱到永远。愿上帝施恩伫咱下礼拜中间，互咱做伙来念一届吼，3节咯吼。第一节，愿主愿你找我无食，愿拢靠你扶持，带到草坡互我啉食，必万有条来保庇。求主耶稣，求主耶稣，你常为我归属你。所伫圣殿看到一个寡妇奉献伊所有，讲人是献有春，伊是将伊所有献落主。咱用一条诗歌来陪伴咱的心。咱行入圣殿，这是陪伴心的时阵，愿咱的心注目伫咱的上帝心上，注目伫十字架心上，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主，我感谢你，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佮拣选阮诚做军队你的人，主阮欢喜来祝福你。今仔日是主的圣日，是你分别做成的日。阮分别做成的囝儿来到分别做成的殿院，主啊帮助阮，阮的心仰望你，注目伫你，专心看你，
听你的话语帮助阮，互阮的心得到静养，互阮的灵魂永远伫清澈内面来跟对主，献上祈祷，献上阮的感谢甲乐乐，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咱主日礼拜，过1分钟内要开始，请咱兄弟念经入座，为着互今日听事顺利来进行，请咱兄弟将手机禁声，或者是直接甲伊关掉。咱备办恬静的心来听福音正声。因为主爱信实，罪过得到压制；敬畏上主，人通离开邪恶。人的所做，若互上主欢喜，上主会互对敌甲伊和好。请咱起立，齐声来吟圣诗第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
请咱犹原徛立，这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用咱编开圣诗后面第1057页，启用文32。我可以请兄弟来印。上主啊，我对深恩求求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的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要仰望上主，有救赎的大权能。咱做伙仰头祈祷，有怜悯、慈悲、大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主日礼拜。搁一摆组织阮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为着主你所赏赐的一切来献上阮满满的感谢甲懊恼。伫圣殿内底敬拜主、懊恼主的兄弟当中，有的是因为家族内几若代的信仰传承，伫好的基督徒家庭中自自然然来认捌主，领受主的恩典。阮当中，嘛有是因为伫生活中去拄着恶淡长的事，日子当伫惨淡歹过的时，有主的慈悲怜悯临到伊的身上，赦免伊的重担，互伊伫还毋是基督徒的时，伫还未认捌主之前。就先领受主你大大的恩典，甲满满的主爱。不管是基督家庭的后代，还是初代的信徒，万信，我拢是因为主你的恩典，受主亲自的引带，受调来到主的面前，成做主的信徒，伫主内受洗礼。重新得到新的生命，总是，阮这已经自由，得到顶头生的灵魂，犹原受困，绑伫旧的肉体内面。阮逐日面对无相共的试炼，小可无谨慎，阮这属撒旦的肉体。又搁犯着脾气暴躁、好批评、骄傲、自大等等无好的习惯。阮每日为着生活操烦，烦恼明仔日要穿啥物，要食啥物，心神无一时刻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主啊，你的慈爱甲怜悯。
到底爱赦免阮到一时？阮这软弱全无气力，通好抵挡试探的灵魂，到底几时才会当专心来倚靠主、交托主？恳求主的帮助，助阮教业的气力来抵挡所有的试炼。恳求主的看顾，阮就是羊条内底羊群，主要永远行伫羊群的上头前。恳求主的持守，互阮时时警醒家己，时时保持单纯圣洁的心来跟对主你的脚步。互阮所行所做的事，拢是有利益伫别人的身上。恳求主赐阮智慧，互阮会晓分辨好甲歹的试炼，互阮决心去杀歹的，甘心乐意去行好的。愿阮伫主的恩典当中，阮会当用水搁好的见证来显明主的恩典满满。阮安尼反省甲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圣歌对献诗，应耀主圣名。
咱做伙来领受上主的话语。今日圣经节分别记载伫历代志上卷29章第1至14节，以及路加福音21章第1至第4节。请咱兄弟先编开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旧约第799页。历代志上卷29章第1至14节，为起造圣殿奉献礼物。大比王对全会众讲：“我的囝所罗门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毋过还少年无经验，这个工程真大，因为这个圣殿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主上帝起的。我为着我的上帝的殿已经尽力，有准备金、银、铜、铁、茶，要做逐款器具，阁有准备真侪红玛瑙、通镶的宝石、光石、彩色的石，逐款的宝石，甲大理石。我喜爱我的上帝的殿，就伫准备起圣殿的材料以外，阁将我积聚的金银，拢献做起我上帝圣殿的路用。第4节就是我飞翱的金100外公吨，纯银24000外公吨，40外公吨来搭圣殿的壁，以及互师傅做金库、银库，甲所有器具的路用。今日还有啥物人欢喜奉献？奉献伊本身互上主。安尼，族长以色列逐支族的首领，管1000人，甲管100人的军官，以及监督遐个甲王做工的人的官长，拢甘心奉献，因为着上帝圣殿的工程，奉献金170外公吨，银340外公吨，铜约620公吨，甲铁3400公吨。有宝石的人，拢将宝石摕去交互吉顺人亚赫，送入上主圣殿的府库。人民拢真欢喜奉献，因为因尽心献互上主。大必王嘛非常欢喜。第10节，大必伫全会众的面前称赞上主，讲：上主，阮祖先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受称赞，对永远到永远。上主，你至大有权能，荣光、胜利、威严，天顶地下所有的拢是你的。上主，国是你的，你至权是万有的主宰。富裕尊贵拢对你来，你嘛掌管万有，你有大权能、大气力，予人伟大强盛。阮的上帝，但愿感谢你，愿称赞你荣耀的名。阮算啥物？阮的子民算啥物？阮竟然会当安尼甘心奉献。万物拢对你来，阮不过用你的物献予你。另外一段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21章第1至第4节，请兄弟编开圣经新约第188页。耶稣抬头看到好野人将因的现金献落去奉献柜，伊阁看到一个散车的寡妇献2个铜钱仔落去。耶稣讲：“我实在甲恁讲，这个散车的寡妇献入去会比正人献的阁较多，因为因拢是献因用剩的。毋过这个寡妇虽然真散车，还阁摕所有的生活费拢献落去。”圣经读到这。
下面请本会陈国成牧师为咱正道一生的奉献。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3月已经过一半，咱会记得3月底是中秋主日，到4月初进入清明，拄好是过活节。愿上帝帮助咱伫教会节期这段时间，互咱来准备心，也指耶稣基督受难以及耶稣基督的过活。耶稣的过活是教会的起头，耶稣的过活，互学生门徒因有快乐。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也是咱基督教基督徒一个真信仰真重要的一个中心点。最近总会后发一个文应该是讲咱的教会公报有刊一条消息讲，有真侪牧师牧者，也是教会伫电脑网站顶面共用人的图比如讲讲道用人的图，有即个图的公司因有版权版权，最近拢开始用搜寻去找看。你几年前你共用过，你甲我用过，来罚钱，伊就甲伊告啥侵权，侵犯我的智慧财产权，我的智慧财产权无经过我的同意，你甲我用去，一张相片要收偌济？1万、2万、3万，在伊法计数，进前是几千块会当和解，这咱的教会的公报对于2025年10月到今仔日，侪间教会甲机构陆续收到某一间某资讯公司资讯的公司存证信函，讲阮有即个图的版权，教会甲我侵权，所以牧师会讲特别你可能爱小可注意我是毋是用过我毋知但是。替牧师记得，我知影有个牧师真正有去用罚钱，即马新台票一张2万到数万块不等，等遮的，甚至伊追溯到2011年到13年，我听讲咱之前牧师网络真厉害，拢掠相片求上帝帮助咱因为咱无即个智慧财产权嘛所以咱使用真细腻，真细腻。我想讲。你这做信用的图片，应该是爱付费较对付费你知无？你要做好因的事，敢会付费即摆讲我有这个版权，有的教会讲，迄早就无人去点阅你用了就是用了，用了就是用了。即摆进入 AI 时代有人用安尼来做这代志不要紧，求上帝帮助应该是爱廉价福利，你像即马赞美之泉的歌，因拢伫网络互人去听，对无？因着收可能是广告费啥物费新圣诗嘛有人伫网络，咱即马咱即条新圣诗咱无解释，你甲点落，拢有当时找会着影片找会着相关，会当帮助咱来学习新圣诗。今仔日的经节。咱对大笔伊要起圣殿的时，虽然圣殿还未开始起，伊开始准备，到圣殿起好，到以色列进入王国的时代，到分裂，到亡国了后，甲圣殿的登起，耶路撒冷城登起了以后，到耶稣的时代，耶稣伫圣殿看到一个寡妇。的奉献，这是两个真大的对比。一个是为着要起圣殿来准备所有好的建材，一个是来到圣殿重建了后，伫遐来献铜钱。耶稣看到讲，人是献啥物货？剩落来，伊是献伊所有。今日对
即两个思考点来甲大家做伙三角来想，咱伫信仰的内面，咱是很有存的，也是咱愿意先备办起来奉献予上帝。做传教者爱做模范我的第一个主力，第一个主力若无现，就第二个主力，一定将我的1/10写咧1/10，甲伊奉献。我走向袂去啊！无你问咱导贤教会的财政部的部长无说你一个月写咧偌济，但是1/10先摕起来了后，过来咧，过来拢是超过1/10，敢毋是？囡仔上主日学嘛爱奉献啊，我嘛爱去透早就甲我讲。爸爸，我的奉献呢？我说你先拿你的零用钱。所以咱的奉献，照对旧约开始，伫阿伯拉罕的时阵，就讲1/10这种奉献的概念，1/10是归乎上帝，归乎主。所以咱奉献，咱奉献是为着教会，毋是为着个人。我相信你伫遮奉献，你愿意伫遮奉献，代表教会。去引你，你愿意伫遮，你听即个教诲。有人讲教诲买哦，来，100块来。毋是用你剩的，是你的心。耶稣是看心，毋是看这是一个义务。这是一个义务，也是这是一个，你感觉讲是重担，必须爱做。毋是对奉献来看，这是甘心乐意甘心乐意。圣经嘛讲献的甘心乐意奉献的是主所喜悦的甘心愿意甘心乐意奉献，这嘛是主所欢喜的。该用几个点来甲大家做伙三角来分享这个一生的奉献，代表一生伊上界想要做一件代志，就是去圣殿。咱想看卖啊！咱今仔日即间遮尔水的导贤教会是精灵帮咱起好。有个人参与伫即个中间，有个人你是较后壁较来最近才来你看即间礼拜堂，我知今日我的丈人伫遮伊嘛捌去过教育馆，小朋友拢爱来打针伊摕相片互我看，真正呢，小朋友拢爱打针参与献工有个教会要建堂，一块砖10000块，认捐，认捐。圣殿起好无椅无钱就认捐，1号1条椅1号1条椅我嘛捌听过安尼的故事所以代表伊伫还袂起圣殿的时，就为着圣殿来准备遮的建材料。拄咱读着圣经在有宝石有遮的铜器、金器遮的金属的物件。咱看来讲，即个代表伊要奉献的动机是啥？因为爱上帝，因为爱主，产生迄个渴望，伊无法度去，因为上帝无爱互伊去，所以伊就甲遮的物件甲伊准备好伊讲：我为着上帝殿已经尽力有准备金银铜铁茶来做逐款的器具。咱的教会有啥物种的物件？足侪教会较早这时代大拢用长疗椅若较新的有的教会因是用迄个个别椅不管总是咱知影讲教会就是有真侪遮的建材所组成。相信咱想看卖要维护嘛是一个真大的课题。你今仔日来，你有坐着电梯无？有电梯爱食电无？是毋是？你今仔日有上厕所无？是毋是爱洗手？对无？水较会为一楼爬去到楼顶搁落来，对不对？所以遮个物件。有时咱咧使用，咱无去想着讲，这对于咱来讲，这教会嘛是咧运用的时，其实嘛是一种的消磨。代表因为爱，因为渴望，伊来起这个圣殿，因为伊这奉献动机，伊要互这个圣殿爱起又好，
所以用的材料是安怎？非常非常的好的材料，吼，即个有金啊，甲有银，着100外栋，甲240几栋吼。啊了有即个宝石、大理石，吼，玛瑙等等遮的，哇！咱想看觅啊，什么人较有法度做遮的工程？叫做国家级啊，国家级的哦，动用国家的资源吼来盖的。那圣殿只有一间，就是所罗门王起的即个圣殿。圣殿只有一间啊，但是圣殿被毁坏了后，安怎？哦，因以色列人搁倒来重起，到最后，互罗马帝国毁坏了后，哇，圣殿无去啊，所以变做会堂。哦了后，到耶稣的时代了后，咱耶稣学生起做建立教会。虽然知影讲啊，这奉献常常向误会讲，这是一项支出，也是这个捐款，这甲支出、捐款拢无啥物种的关联。你若家己想着讲啊，我就是捐献、捐款、捐款，这是无共款的吼。今日对发生事件、事故，对发生地动。咱家己捐款，当然嘛是即概念对无？哦，311地动，即摆敢有人搁为着311地动捐款？无啊嘛。311大地动，最近前几天311嘛吼，电视就讲还有2000多人失踪找不到，搁有2000几个人找无啊？佮已经经过遮侪年啊，吼，经过遮侪年，10几年啊，还搁有2000多人找无。所以奉献毋是一种的支出甲捐款，圣经甲咱讲啊，这是得到主的福气，是嘛是咱对上帝主权的承认，1/10的奉献。虽然今日透过这两个无共款的经文，无共款的对比，一个是国家级准备的，一个是极双向的人伊的奉献。所以咱想看咩啊？啥物叫做一生一世的奉献？我想咱坐伫遮，咱看到这间教会，这间教会是啥物教会？导演教会。这间还未起，之前生做安尼啦，敢是？就生做嘛是安尼做古典的嘛即马的人，即马有的教会嘛是这种的形体这种的形体。我上帝帮助咱，有人参与建堂。有人伫建堂了后，咱伫遮来享用，咱爱想看觅啊，是毋是咱有听咱的教会，互咱教会的运转，更较好势，所以奉献这是伫义务以外，所以有人讲，我有钱才要来奉献。我想等你有钱，毋知影当时，愿上帝帮助咱，是代表是为了上帝，毋是为了伊个人。所以代表提醒会众，这个圣殿毋是人起的，是为了上帝来起的，是为了咱会当伫遮来敬畏上帝、敬拜上帝来起的。这个奉献，当时咱的对象要奉献到什么，嘛决定咱的权当。你若看人的心肠，哇，安尼这个权当只有人。但是你若看伫上帝。你奉献的对象是上帝，这个权度就会提升。所以第二来看奉献的程度增加额外的分量。咱代表讲，我款遮的，我阁有阁较好的，另外阁传阁较好的物件，要来起做这个圣殿。要来起做这个圣殿，伊将伊积聚的金银拢甲伊摕出来，要准备这圣殿的建材以外，伊阁甲伊积聚的金银，甲伊捐出来。有当时咱的程度，奉献的程度，就是讲你有当时咱看到真感动的事，真需要的事，你愿意，你愿意。所以咱想看觅这个奉献的深度，就是对咱来看，这个有额外的分量无？有时我接受到真侪教会
会建堂的募款，啊，有当时我做挣扎的，到底是咱优先，还是因优先？到底是咱拢无欠缺，还是因有需要？我嘛是真挣扎，总是安那。咱看到大笔伊的深度就是讲，伊去甲伊家己积聚的经文，甲伊关出来，所以伊就是愿意要讲即间教会，甲伊起予好，甲伊起予好，甲伊起予真做会当荣耀上帝的一个殿院。其实起圣殿，这嘛是上顶犹太人因的信仰的中心。耶稣的时代，因一年有3节爱去圣殿去朝圣，所以这个圣殿嘛，真做因犹太人因宗教信仰甲因活动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所在。教会嘛，真做咱的中心点，敢毋是？如果咱若每一个主日教，咱来到教会，你想看觅啊？7日有一日，你也来教会做礼拜。有的人一礼拜7日，伊拜二来据点，拜四也来据点。有的人拜三来祈祷会，有的人拜六来献歌队，有的人来侍奉来插花，有的人来做看到地需要，咱想看觅啊？这一礼拜你至少有一日啦，所以咱的教会你得看做是重要，看做是。所以大笔的奉献包括2个赞助，伊尽力准备，这是伊做君王的责任，所以伊用国家的资源来准备金银铜铁。另外，伊阁有额外的爱慕，就是将伊家己积聚的军轮，甲伊摕出来。所以咱想看觅啊，如果若是义务我安尼献出来就好。教会有需要安尼种的心态都无够深，无够深。第三，甲大家3个分享讲，大笔伊做一个模范来带动全体，伊做模范，所以伊安那，伊叫这个族长，叫这个支派的首领，安那拢愿意来奉献。所以大笔的真诚，他的真诚，伊的真实连锁效应出来，迄个也受着影响，迄个也受影响。咱的教会若是逐个人拢收1/10，迄个也收1/10，迄个也收1/10，就是互相影响。若有的教会咧，100块100块100块，逐个拢献100块，安尼对一个较好。我有一个牧师，伊退休伊讲伊拢规定安尼。今日送无来无要紧，但是你互上帝物件，你爱先来。你今日我准你请假，你有代志，你是因为工作，你是因为家族要去地，你是因为你私人的行程，你是因为你公司的需要，你请假不要紧，你互上帝礼物爱先来。我听伊安尼分享，我准你请假，上帝嘛准你请假，但是你袂当欠上帝啊。有人讲我后尾摆才补是毋是？愿上帝帮助咱愿上帝帮助咱。这是我听过一个牧师伊的分享，虽然伊即马退休，所以这奉献毋是上帝甲你勒索，嘛毋是比赛呢。有的人的比赛，毋是竞争，咱是看大家互相彼此来学习。嘛有人会安尼呢？你莫献遐济啦，我都无献遐济你献遐济，嘛袂使有即种的心态，袂使，因为安那甘心乐意的，上帝拢是看做好，看做欢喜，但是咱看到奉献，会高峰伫底，认清认清上帝主权来谦卑，因为安那，即个今仔甲人讲，万物拢对上帝来，我只不过甲上帝你的安那。搁献互你，我只不过甲上帝你的搁献互你，这段我想是代表伫伊的祈祷的中间，也是伊对伊要起圣殿上界深的一个看见，这是拢是你的毋是我的我已经用国家的资源来起，我搁甲我家己的足多的来摕出来，所以是要承认上帝的。这源头
主最大，嘛知讲伊的能力虽然有限，但是伊尽伊上大的能力，伊嘛将上帝荣耀来，互上帝荣耀得到荣光。伊讲这些拢是主你的，这是一种什么种的心态？我只不过是地面暂时的管家，咱拢是暂时的管家，所以特别意识到，伊会当献予上帝，伊将上帝赏赐予伊的，伊意识到这些拢爱甲献予上帝。所以讲，实在讲，我算啥物？我的百姓算啥物？伊感觉家己不足、无够，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是有分伫即个中间来回应上帝。特别会奉献伫伊个样的时，伊就开始弹琴，伊是一个嘛算真乐天的人。伊捌互追杀，一直互追杀的时是安怎？无啥物物件通食，有当时是安那，无啥物所费，有当时是真辛苦。总是伫伊会当讲做君王到最后，伊一个真谦卑，伫真谦卑，伫上帝面前甲伊谦卑。所以奉献毋是失去，咱是第一站将这个上帝互咱的财米也好，财产也好，金钱也好，去回应上帝。所以讲主啊，我算啥物？竟然将你赏赐予我，搁再一次来归予你。第五，咱看奉献的价值，毋是在伫分量，是在伫即个比例啊。拄牧师咧强调1/10，所以咱讲有收1/10的人，你已经尽到你的责任义务。这嘛是上帝所伫伊的即律例内面所甲咱讲的。所以咱是讲上帝看重的，应该毋是你奉献偌济，是看来讲你到底是你所有的偌济，你奉献偌济。这毋是一个数字的比赛，毋是富人献了济，送人就献较少。颠倒是颠倒变，即个送养人献伊所有的，颠倒是较有的人，伊献伊有剩的。所以人的算法拢是安那，拢是算这余额啦。上帝的算法是安那，看你付出偌济，你付出偌济。有的人，所以拄牧师讲一句话，讲等我有钱，我才要来奉献。我特别等看你当时有钱，你才要来奉献。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这剩余的价值，剩落来价值，甲愿意舍己愿意舍己这种的精神所以一生的奉献，咱想看卖，其实我要献身的时阵，我对着2个足大的挣扎。因为迄时我有感动，也想要读神学院。我嘛有想着讲，等我退休了，才来献身好啊。我主要有2个挣扎，后来记得了，后来读圣经了，讲恁若这到老50、60岁，你搁献身，敢有迄个意义？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去报考神学院。我嘛毋是一开始就读神学系，我是开始读社会工作系，了后才去读大学硕士班。所以有当时咱想看卖，有的人伊退休了后才奉献，这嘛是一种的奉献。当然，有的人伊将伊的青春、伊少年就决志，这寡妇伊无保留，将2个铜钱甲伊献落去。这原本伊会当为着家己去买几块饼来食，总是伊将真2仙钱拢甲伊落入去，落入去奉献规。意思就是讲，伊愿意放弃最后一点点的安全感，因为钱现来就不可能无啊嘛。所以伊选择全然仰望上帝，互伊的供给。伊嘛愿意将即个讲主啊，这拢在伫你。愿主是阮帮助咱一生是毋是愿意奉献咱家己？是毋是愿意一生行伫奉献信仰的即个道路？愿主
啊，帮助咱这个价值绝对毋是在伫即个你献的偌济分量。啊，我嘛捌经历到有人奉献较济，他就比较有话语权。其实我是不太认同啦吼，但是安那吼，咱献的毋是你的，毋是你啊献偌济，是讲啊你的心啊到底啊是毋是有互主？咱想看觅啊，两个小钱是当时即个上界小的单位吼，即个钱的单位啊。咱今仔日咱来看。咱今仔日新台票上细的单位是偌济？1箍，你有开过5角的无？即马较少啊吼，即马可能5角拢无。哦，捌20年前，还迄5角突然走出来。哦，你敢知影教会咧点奉献的人吼？我真正去拄着哦，咧点，牧师一张假钞，1000块的假钞，安怎看？因为拢无迄个痕迹啊，平啊，哦，教会奉献收着假钞，啊要安怎？哦，啊迄毋知影啥物人，伊钱拢囥做伙啊嘛，啊迄是啥互你？已经看袂出来啊，啊那，啊算财政部就来家己贴啊，我要安那，哦，无数伊的袂下是安怎？我毋知到尾哪处理的。嘛咧算金钱的时阵吼，银角啊吼，去收着美金。几仙吼，啊，捌收着外国钱，啊嘛有收着啥物钱，你知无？游乐世界代币。所以咱有阵时啊，咱毋通讲落地啊，怎甲落落去？先甲伊准备好起来，哦，准备好起来，哦。这是一个制，咱礼拜日是咱人生哦，甲主来到主的制度，这是一个生命的制度，哦，这是一个生命的制度，所以。大笔伊捌问过一句话，讲有谁乐意将家己献互上帝，献互耶和华上帝？所以咱一生的奉献，毋是咱一时的迄种的情绪的高涨，是咱每一日拢爱来思考，讲咱是毋是有将咱献伫上帝面前？无论你是甚物亲像大笔遮尔济吼，金银财宝满山。啊是你，敢若亲像寡妇只有2个铜钱；啊是你即马负债累累，求上帝帮助咱。咱所献的债拢是芳芳的祭物哦。咱会记得万米对上帝来，咱是毋是将上帝来去献互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你想互阮，你所想是互阮丰盛的恩典。虽然阮无一定是真富足、真富裕，不过伫现在阮的生活无啥物欠缺，有时阮的心灵搁较欠缺的是安那阮的空虚，爱透过物质来满足阮的欲望。求上帝帮助阮来学习大笔，伊怎样为着主的殿尽心尽力，搁将伊即主的伊家己的份野，甲伊献出来。阮知有时奉献毋是勉强，奉献毋是要看即个数字，是要看人的心意。愿主帮助阮，互阮嘛学习即个寡妇，虽然弱小，虽然丧香，总是伊无袂记得上帝互伊的恩典甲恩惠，将2个铜钱。可能是一顿的所有，伊嘛愿意来献伫主圣殿的奉献柜，帮助阮。主你的话语嘛，甲阮讲，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主你看做欢喜。主你是欢喜人的心，欢喜奉献。有时阮奉献金钱，有时奉献阮的时间。有时奉献阮的才能，有时奉献阮的才调。我嘛看到真侪兄弟，因愿意将因的恩赐、无私，甲奉献伫教会，无论是因的才艺，也是因自细汉已经学者的才艺，因拢愿意。
无论是伫咧插花、竖琴等等遮的主啊，替教会来陪伴阮后一代伫教会侍奉遮的需要，恳求上帝赐阮凡哪奉献，哪知影主你伫阮的中间做工，阮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起立，齐声来唱回应的诗。圣诗379首，愿我会哪听你我主基督。请坐。下面请郑尧生执事甲陈建中执事担任今日奉献。
伫报告的大省，咱先来颁发今年教会的奖学金114年度第一学期奖学金咱有通过得奖的名额是黄以嘉、洪承彦、赖鹏熙、陈永嘉、洪允云、陈领天咱请行来头前，咱来颁发奖学金。黄宇佳同学。伫报告的大省，请咱兄弟编开就部第3页，咱先来读本周金句。我读一遍，兄弟煞接对我读2遍。因为因拢是献因用春的，毋过即个寡妇虽然真善车，抑阁摕所有的生活费拢献落去。路加福音21章4节，请。因为因拢是因用春的。毋过，即个寡妇虽然真善车，抑阁摕所有的生活费拢献落去。路加福音21章4节，因为因拢是献因用春的，毋过即个寡妇虽然真善车，抑阁摕所有的生活费拢献落去。路加福音21章4节，咱本周。聚会表甲事项表刊登伫周报第3页，请咱有参与的同工伫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3点，关怀部伊定伫3月29召集关怀小组长会议，伫当日主日礼拜后开会。请咱小组长伫当日一定来参加，若因为有其他代志无方便参加，请向志龙长老请假。本会消息第6点，3月29是中秋主日，也是受难周第一日开始，请咱兄弟伫受难周期间。尽量避免参加宴乐的场合，用祈祷体会咱甲主同受苦的心志。3月29，主日礼拜中，咱嘛要来举行签名敬祖的队士，咱会以导影的方式来悼念咱已经安休的姊妹，请咱提供个人的相片。互这个安置干事，若有需要协助的，嘛会使向伊反映。本会消息第8点，3月30日至4月3号，每暗的8点，伫咱本会礼拜堂拢有举行受难周特别的礼拜。咱请助理长老将相关的事项，各团体会长有准备的这个献诗曲目一定着爱伫今日提供互安市干事，咱们
编排礼拜的停事。本会消息第9点，4月2號暗時8點有佇本堂舉行台中二區教會受難週聯合聖餐禮拜。咱邀請兄弟當日有法度踴躍來參加，甲主共聚禱。本會消息第10點，若有要訂後一季新安宮讀經本甲教會公布的兄弟，請行政辦公室來登記，已經登記的，咱免閣登記一屆吼。本會消息11點，請各行政單位甲團契佇今日主日禮拜結束以前，咱將來後一季的服侍人員輪值表甲團契聚會表交予行政幹事，咱要來編排咱後一季的這個停事單。咱跳接對週報第5點，團契消息第1點，婦女團契佇本主日禮拜了後上午11點佇1樓婦堂有聚會，咱歡迎客友來參加。社青團契嘛佇主日禮拜後11點至11點30分，佇2樓禮拜堂有為着這個受難週聖餐禮拜獻詩來練唱，請咱客友來參加。第3點，兄弟團契佇今日下晡5點，舉行迎新的餐會。地點是佇這個上野，佇台中公益路。詳細的這個內容，請咱看週報所登。咱跳接對團契消息第6點。雙年團契第2點，4月15日，有排定要佇東宮咱的姊妹教會舉辦靈修會，費用甲人數的限制，攏刊登佇週報內底。咱有意願要報名的兄弟，請小仙姐妹來報名，交納費用。其他消息，請咱兄弟看週報內底所刊登。週報第6頁，集體關懷第1點，本會洪江林兄弟佇3月5日受主恩召，安歇主懷，定佇3月21日上午8點佇東海殯儀館舉行入殮火化的禮拜。若有需要搭福音車的兄弟吼，請至辦公室登記，名個以車輛坐袂落為止吼。當然咱是佇7點20分佇教會集合來出發。其他咱本會需要代禱的事項，咱稍等下請陳牧師為咱來代禱。其他事項甲佇這個週報上尾第7頁這刊登有咱3月8號頂禮拜的奉獻報告。總共這個奉獻的金額留5頂也是6頂，請咱兄弟財務部長來反映。咱下面請陳牧師為咱來介紹今日的新朋友，以及為咱來代禱。介紹上遠吼，對上遠來的，志祥牧師甲牧師娘，拍破歡迎。是志良長老的阿兄，因對泰國牧會已經完全過一段落吼，已經退休吼，已經退休吼，正式退休吼，拍破甲伊歡迎吼。以後可能會不時出現佇咱道賢教會伊本地嘛是道賢教會。林瑞宇姐妹，咱拍破歡迎。咱先介紹孫愛姐，孫愛姐
昨的个别礼拜已经慢慢完成。咱介绍伊的后生动态这较早嘛是咱倒行的迄个新妇小伦，玲玲祖囝玲玲囝婿亲太龙亲，伊的孙仔义豪咱来欢迎咱真感谢咱完成妈妈阿嬷的个别礼拜咱请坐咱拍拍欢迎下面咱要三角来台岛咱社会三角来祈祷。听堂的主案三角为着对年轻到大几个家庭，因的亲人，因的时代令主的恩调。虽然暂时离去世间，总是阮知有一日，阮的愿望就是伫天的祖家再一厝相见。愿主你安因的心，嘛，互因的心得到安慰，嘛，恳求主来拭去所有人的目屎，拭去亲人的目屎。愿上帝你疼惜对年轻到大阮有五个家庭因的亲人愿主你恩调恳求上帝赐因开力，赐因力量，伫基督中间来对事少年个人。嘛，恳求主你帮助接续教会当然教会要举行义区耶稣受难的联合聚会，帮助阮所有参与的同工，以及鼓励兄弟姊妹来参与暗时联合的聚会，来甲耶稣做伙同受难，求上帝帮助我要为着国际的情势来祈祷，为着美国甲伊朗之间的战争，影响着国际能源特别是石油顶面，是毋是会引起再一次的危机？求上帝帮助，求上帝施恩，会当透过共识、透过谈判来结束这场的战争。因为伊朗的反抗，侪中东的国家受到灾难，求上帝你怜悯。因为回教伊斯兰教徒的反抗，来造成甲以色列搁再一次的对立，甲战火，求上帝帮助，求上帝怜悯，或者阿伯拉的子孙，因的这恩怨一直无法度有好的结束。阮求上帝你帮助，你所竞选的囝儿，因的后代，因的后裔，伫遮咧烧争，求上帝你施恩怜悯，为着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为着这场侵略人别个国家的领土所引起的战争，求上帝帮助。总有一日，求上帝你用你的主权来裁决、来抚平这人的纷争。愿上帝你帮助，疼惜阮教会的时代伫线上聚会，主你嘛施恩互因。愿主你疼惜阮的教会，阮的教会再一次来兴起，互阮真做上帝你疼惜欢喜的教会。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现在起立，咱来行平安礼。请咱较好胆行出来。特别是咱久久无来教会，兄弟咱甲请安。
这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这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这信心来听你。请咱做伙来吟尾变诗，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续接请牧师为咱来祝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圣手的保护内面，愿全能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点伫恁的顶面。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爸上帝听读，圣神甲恁相通，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遮济默祷，请咱伫殿乐结束以后，才离开圣殿。